做伙打拼，咱公司的业绩哦，一定会一天比一天更加好。咱两个做伙哦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变一个看卖啊，无你卡真正成功呢。上好是爱成功哦，无得卡吼，咱兜真正会当过得好日子。公司吼一定趁钱的，啊未来吼会愈来愈好。来的，好久不见。我是姓杨的，啊你是咧做咩？参考一下，我看你根本是咧卖 A 货的。啊，有钱大家斗阵谈啦，是阮哦长期合作的对象，嘛算股东啦。小辉，哎，咱去佚佗啊？嘿，当然。你有老党？哦，无啦，我咧员工啦。唔对。5月4号开始，拜日暗时8点，成功路上就伫个公视台语台。